每一天，无输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25，箴言10章21到22節安尼講：上主賜的福氣，互人富足，內面無摻憂苦。愚妄的人看罪惡最快樂，明理的人看智慧最歡喜。三甲來祈禱，賜福氣予阮，閣無摻憂苦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創造天地甲一切萬物，對無來造有，掌管萬有的運行。主啊！你的話大有氣力，星辰因為你來發光，山海因為你來震動。今仔日出的話，攏要成就。主啊！我要因為有你的話來歡喜快樂。主啊！人追求富有甲成功，總是永遠無法度得到滿足，因為所計劃甲努力的，攏是無通久長的物。主啊！願求你賜阮智慧的心，明白跟對你才是真正的福氣，因為你所賜的富足，內面無摻憂苦。我要看做智慧來歡喜，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